这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新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支持土伯特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在达仁萨拉纪念土伯特自由抗暴67周年；国际支持土伯特团体特别会议闭幕，并通过达仁萨拉宣言。第8届全印度支持土伯特团体大会在达仁萨拉举行。澳大利亚议会谴责中国在土伯特的高压政策。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在苏格兰议会发表演讲。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举办第3届青年思想交流活动。每周回顾9世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3月11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印度全国各支持土伯特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在长寿法会上，来自印度各邦的支持土伯特团体的成员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了慈悲之宝的奖章，以此表彰尊者毕生致力于世界和平、弘扬慈悲理念以及推动复兴古印度文明的卓越贡献。主办方代表在法会上重申，将坚定支持和推动尊者所倡导的4大崇高使命，以及恢复土伯特自由的事业。来自阿鲁纳恰尔邦和泰米纳德尔邦的艺术家在法会上表演了传统歌舞，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此外，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与支持者共同纪念土伯特人民自由抗暴67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2 3月10号在达仁萨拉举办了隆重的官方纪念活动，缅怀为土伯特的自由与尊严献出生命的英烈，并重申土伯特人民持续追求自由的坚定决心。出席活动的主要嘉宾包括欧洲议会前议长汉斯·格特伯特林教授、捷克参议院副议长伊日·奥伯法尔泽、德国联邦议会国务秘书议员迈克尔·布兰德、特邀嘉宾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副主席布莱恩·约瑟夫、澳大利亚知名华裔记者陈雷、印度支持土伯特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里美，以及来自意大利、德国、拉脱维亚和捷克的议员。此外，来自印度、德国、澳大利亚、拉脱维亚、捷克共和国、韩国、台湾和日本等32个国家的支持土伯特团体的代表和国际媒体参加了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土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分别宣读了嘎夏和议会的声明。在致辞中，国际嘉宾表达了对土伯特民族的声援，并强调保护土伯特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他们还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中国在土伯特持续侵犯人权的责任，并支持土伯特人民追求自由与正义的愿望。当天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达仁萨拉的寝宫接见了出席土伯特抗暴67周年纪念活动的国际代表团。次日，来访各国代表团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并与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领导层举行会晤。在抗暴纪念活动结束后，来自德国、捷克、拉脱维亚的议会议员以及欧洲议会前议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他们将继续支持土伯特的自由事业以及土伯特人民的权利。在3月10号前后，包括欧洲、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台湾和日本等世界各地的藏人与土伯特支持者也通过和平游行，在中国驻当地使馆外举行和平抗议，以及游行和集会等方式纪念了这一日子。另外，由印度土伯特事业核心小组召集，并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协办的国际支持土伯特团体特别会议于3月7号至9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召开。来自32个国家的100多名支持土伯特团体的成员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达仁萨拉宣言。该宣言重申将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与土伯特人民站在一起，
支持藏人为自由、正义以及维护土伯特独特身份而进行的努力，同时也支持达赖喇嘛尊者于2025年7月2号就转世问题发表的相关声明。司政边巴次仁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世界各地的支持土伯特团体在提高国际社会对土伯特问题的关注，以及为藏人权利以愿望发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指出，全球支持土伯特团体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达赖喇嘛尊者毕生的努力与慈悲领导。国际声援土伯特运动理事会主席理查德·基尔通过视讯致辞，强调了土伯特运动所体现的普世价值。他表示，这一运动不仅是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更是一项以慈悲为核心、关乎全人类共同责任的普世努力。印度土伯特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林美强调，通过本次国际会议，必须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土伯特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之前，所有支持人士都与土伯特人民站在一起。在会议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方支持人士，随后举行了闭幕式。德国联邦议会议员迈克尔·布兰德和捷克参议员伊日·奥伯法尔泽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再次表达了他们对土伯特人民的声援与支持，并强调保护土伯特文化、语言和民族身份的重要性。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在闭幕式上表示，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标志着全球重新努力推动解决藏中冲突并支持土伯特人民愿景的开始。他在感谢与会各方的同时强调，为实现藏中冲突的和平解决，全球团结以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为期3天的会议期间，与会者就当前土伯特境内的局势、如何应对中国在土伯特问题上的虚假宣传，以及加强全球倡议行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也探讨了加强各国支持土伯特团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途径。与此同时，印度土伯特事业核心小组于本周三3月11号在达仁萨拉召开了为期2天的第8届全印度支持土伯特团体大会。来自印度各地的300多名支持土伯特团体的成员出席了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土伯特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安全部长加什卓玛以及外交部长诺增卓玛与印度支持土伯特团体的资深领导人，以及印度土伯特事业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及各地区召集人、印藏友好协会全国主席一同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发表讲话。本届会议围绕印度在藏中冲突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加强全印度支持土伯特团体的力量等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另外，在土伯特自由抗暴67周年纪念日当天，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主席澳大利亚参议员黛波拉·奥尼尔在澳大利亚参议院提出了一项跨党派的土伯特议案。该议案强调国际社会对土伯特人权状况日益增长的关切，以及保护土伯特文化、宗教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此前，澳大利亚众议院已在3月5号通过了相同内容的议案。这一举措是澳大利亚成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网络中首个在议会提出土伯特相关议案的国家。此举源于该联盟于2025年在布鲁塞尔峰会上通过的一致决定，即推动各国议会就土伯特问题采取的协调行动。与此同时，在土伯特自由抗暴67周年纪念日之际，澳大利亚联邦议员大卫·史密斯在议会内和议会大厦外的集会上谈及土伯特问题，缅怀自1959年以来为自由而奋斗的藏人英烈，并向当前仍在为基本的人权与自由而奋斗的人民致敬。加拿大国会议员卡里姆·巴尔提西也在下议院就土伯特局势表达关切，并指出土伯特存在类似殖民时期寄宿学校的制度。他同时祝贺司政边巴次仁成功连任。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于上周二3月3号在苏格兰议会发表了反思时刻的演讲。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慈悲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性，
并鼓励世界领导人在推动物质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精神与伦理价值。他指出，慈悲、利他心以及相互理解是建设更加和平与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基础。在会议结束后，他会见了苏格兰议会正副议长以及多名议员。当天晚间，代表慈仁阳金还出席了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举行的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此外，驻伦敦办事处还接待了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的10多名本科学生与研究生，并举行了互动交流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于上周六3月7号举办了第3届比利时青年思想交流活动。来自比利时各地的19名年轻藏人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该活动旨在为藏人青年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相聚一堂，分享彼此的观点，并探讨未来的倡导工作。活动还放映了由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从未实现的解放：土伯特70年的占领与压迫》。影片讲述了中国入侵土伯特以及此后藏人所经历的苦难，使参与者对土伯特境内的现实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法国巴黎的藏人志愿游说小组和自由土伯特学生运动的成员也于近日举办了交流活动，讨论未来推动土伯特自由事业的相关计划。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藏人行政中央的指导下，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与支持者在过去的1周继续以慈悲年为主题，庆祝达赖喇嘛尊者的90华诞。上周四3月5号，土伯特人民议会在达仁萨拉的政府学院举办了题为“民主达赖喇嘛尊者赐予土伯特人民的礼物”的图片展。该展览介绍了尊者的毕生成就以及流亡藏人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吸引了200多名印度师生参观。与此同时，英国下议院于上周3月4号举行了藏历新年招待会，活动由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主席克里斯劳主持，当地支持人士和伦敦藏人社区的成员出席了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土伯特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